屏东六堆呢，这客家古迹中性公司这两间啊门口呢，放放真济本数。里长表示讲，要过年啊，大家伫咧大摒扫，先少放一个，惊透早已经摒掉了。 相片看到一堆废弃物放伫涂骹，有粪扫、棉床板，阁有碰床，等甲规个门口拢是。毋过这毋是粪扫场，是六堆客家族群介重要的关键古迹中性公司。1927年改建了后，转变做较大聚会场所，煞互里面当做粪扫占坑的所在，引起后代不满。那他跟县府的客务处、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那边去申请，那其实是无效的，你完全没有跟我们增加了后代子孙。 知会一声，那私自就直接决定说要把让开放让里面丢垃圾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这其实已经违反文资法，因为我们这个中盛公司它已经是限定古迹了。古迹发展协会真生气，认为安尼行为对古迹造成伤害。若同意这搭会当借放大型废弃物的是县府客务处。当地里长表示，过年要到啊，民众摒厝清出无碍物件。 伊要等进前有甲客务处先拍招呼，才向市公所申请清运。阮有事先来县府申请，后县府也同意啊，我还阁公告，的场地应用，叫补来。本案为里长跟市公所清洁队之年节清运计划，放置的地点不在古迹范围内。昨晚第一时间获报后，仍请清洁队尽速处理。 于今日早上8时许清理完成，并无造成古迹毁损。对此，县府客务处讲，因为地点无伫古迹范围内，就无反对。但今年数量确实有较侪，清运未赴，才引起争议。市公所拜一透早6点半就来清好势啊，未来嘛会讨论放别位，未阁开放放伫古迹头前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